大家好，歡迎收睇佛法心靈輔導，幫你揾到出路。我係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嘅社工梁先生。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正見喺佛法心靈輔導之中嘅重要性。喺平日生活入面咧，我哋或多或少都有唔同嘅諗法㗎。係我唔夠好，係我冇價值，我唔值得被愛，係你嘅問題，係你嘅錯等等。其實呢啲想法都會令到我哋增添煩惱同埋情緒，陷入自綁他前嘅局面之中。佛法所講嘅正見，其實係指正確嘅知見，能夠如實觀照事物，擺脫錯誤嘅想法。喺錯誤嘅想法之中，佛法所講嘅想，其實係五蘊之一，係指取象喺心中因而形成嘅概念或者觀念。佛法所講嘅緣起法話俾我哋知，世間所有嘅事物其實都有唔同顯現出唔同嘅形象。喺表面入面看似真實，但係實質其實都係因緣而生、因緣而滅、虛幻不實嘅。然而咧，我哋就會攞住呢啲想法當係真實，產生咗錯誤嘅主觀睇法，對唔同嘅人事物有唔同嘅期望、貪戀。當結果不似預期嘅時候咧，就令到我哋感到失望、抑鬱、抱怨或者痛苦啦。甚至乎我哋對事情會加以責備、譴責。其實呢啲痛苦都係嚟自於我哋對事物嘅本質有住錯誤嘅想法所引致㗎。打個比喻啊，我哋好多時候都依靠住語言文字嚟溝通，表達自己嘅見解，甚至乎喜好，分別出好壞、美醜、對錯、有冇價值等等。其實呢啲對事物嘅想法都係嚟自於我哋對於事物唔同嘅感受，包括住憤怒啦、哀傷等等。我哋正有時候會執着住自己呢啲感受而胡思亂想，甚至乎陷入自責當中，更進一步會令我哋失去咗認識實相嘅能力。換言而之，正見其實係指我哋對事物有一個真實嘅認識，亦即係指一切其實都係虛幻不實，但係不離因果。我哋對事物嘅經驗同評價，其實都唔係嚟自佢本來嘅面貌，亦都唔係一成不變㗎。我打個比喻，一件冷衫喺冬天嘅時候，對我哋嚟講可能係一件恩物，但喺夏天佢可能就變成一個累贅啦。一件冷衫嘅價值，其實都係依靠住唔同嘅因緣或者條件所出現嘅。好壞美醜，其實呢啲都只係語言概念，其實都係虛幻不實嘅。佛教話俾我哋知，生命所有嘅經歷都可以用夢幻泡影嚟形容，依賴住唔同嘅因緣，但係都不離因果。因此，其實我哋唔需要再執着住，當因緣難得具足嘅時候，我哋好好珍惜。但係當因緣聚散嘅時候，我哋就好好放低，同時好好延續當中嘅真善美。總而言之，喺佛法心靈輔導嘅過程入面，輔導員會協助來訪者覺察到佢哋對於自己以至生活入面一啲嘅執着概念。當我哋能夠清晰嘅洞察，清楚了解當下身心內外所產生嘅事情都係無常嘅時候，我哋能夠如實觀照事情嘅本質，我哋就能夠減少對自己以至他人嘅偏執，繼而能夠接觸自己內心真正嘅素質，包括係慈愛、和平等等。願我哋都能夠朝向安逸喜樂嘅人生。